那里是8月初8，也就是爸爸节，人力银行就针对爸爸的压力来做调查，结果所发现讲，这个爸爸因平均是4.8档拢无起薪水，这是10档以来上悬的记录。另外有62.1%的爸爸因上大压力就是经济，因是认为讲一个家庭上无一个月就要10万外块的收入，才会当饲囡仔。 甲囡仔抱伫手里，那甲饲副食品，那念故事。我先是大家做老爸无偌久，爱做工课，负担厝内经济，怪无用带囡仔甲款厝内，压力是真大。我们之前去看托婴，可能1个月就2万多块，那可能以后真的上学，可能还有安亲班或什么，我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，可能再大一点。因若即个陈先生，大科技业食头路，有2个囡仔，虽然阿某2个人拢有头路。 不过因为工课无闲，囡仔下课了后，都爱送去安亲班，加上英语课、在艺课等等，经济大头是真重。现在赚钱真的不容易啊，随时都会有新的挑战，是我目前最大的压力。人力银行针对全台湾做老爸搁爱上班的人做调查，结果发现，因上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，有62.1%，工课压力是58.9%。 因甚至认为讲，阿老某2个人总收入至少要有102131块，才有法度饲囡仔。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说，爸爸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是接近66000元，显然跟这个目标还是有一段差距。将近1/4的爸爸呢都会进行兼差，希望可以增加多一点的收入。另外，求职网站的调查嘛发现讲，有8成是做老爸人表示，目前无法度兼顾事业甲家庭。 另外，嘛有96.9%讲，伊捌因为囡仔考虑要转读，因为目前对生活真难的指数平均是79.1分。调查嘛发现讲，工课场有老爸身份的人，平均有4.8年无加薪水，创下10年来新高。虽然有了小孩之后是甜蜜的一个负担，不用担心工作时间过长，工作压力过大，影响到这个所谓事业跟生活的一个平衡，甚至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感。杨宗斌表示，拄着通货膨胀的时代，生活开销、贷款、经济压力是真惊人。无论是透过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力量，拢爱为照顾员工规家伙的角度来出发，打造对因更加友善的工作环境。 减轻负担，免烦恼家庭，对饲囡仔甲生囡仔意愿才会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